颱風襲港，所有學校停課，所有幼兒中心、長者服務中心同埋日間康復單位，包括庇護工場同埋展能中心停止開放。醫管局轄下所有夜間普通科門診唔會開放，已經預約嘅病人可以致電更改診症時間。喺交通方面，港鐵會喺8號信號下維持服務，呼籲市民唔使趕車，避免車站過分擠擁，又會喺收工嘅繁忙時間加強服務，疏導乘客。個別車站可能有人潮管制措施。新巴同城巴維持正常服務，直至另行通知。海上交通方面，天星小輪來往尖沙咀同埋中環，同埋來往尖沙咀至到灣仔兩條航線會喺夜晚7點停航。新渡輪多條本地航線亦即將停航，包括來往中環至到長洲、中環至梅窩、北角至紅磡、北角至九龍城嘅尾班船會陸續喺6點20分至到7點35分開出。多條橫水道航線較早時候已經停航。港九小輪多條離島航線，包括來往中環至榕樹灣、中環到索罟灣同埋中環至到坪洲嘅尾班船，會喺6點45分至到8點陸續停航。至於來往柏麗灣至到中環嘅渡輪，分別喺7點同埋7點半開尾班船；中環到愉景灣嘅尾班船，亦分別喺7點半同埋7點鐘開。噴射飛航來往香港至到澳門嘅航線已經全面停航。另外，國泰同港龍航空話，航班有可能受天氣影響延誤，呼籲旅客出發之前留意最新嘅航班資訊。運輸署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心會密切監察公共交通同埋道路狀況，有需要時作出協調，又提醒的士司機喺颱風期間唔可以收取額外車費。受風勢影響，汀九橋同埋昂船洲大橋可能喺短時間之內實施臨時措施，高度超過1.6米嘅車輛同埋電單車將唔可以喺橋上行駛。